澳門上個月博彩收入回升，終止連續2個月嘅跌勢。有分析就預期3月博彩收入有望延續升勢。雖然澳門新春黃金週假期旅客數字不及預期，但賭收不跌反升。澳門博監局公佈，2月份博彩收入197億澳門元，按年升6.8%，終止連續2個月嘅跌勢，按月亦都增加8.1%。賭收已經恢復至疫情之前嘅8%。綜合頭2個月，博彩收入接近380億澳門元，按年升0.4%。分析預計3月份博彩收入有望延續上升勢頭。有好多大啲嘅客啊，以前就 VIP 啦，咁而家可能係一啲高端中場或者再大啲嘅博彩嘅客咧，其實佢哋咧好多時係唔中意新年同人逼嘅，咁啊會避開一個比較旺嘅季，所以3月去嚟玩嘅。嚟緊兩會啦，啲提案啦，針對翻一啲刺激居民消費啊，特別係服務類型嘅體驗式嘅消費咧，其實呢啲可能都會有一啲政策嘅支撐嘅，都會推動到嗰個旅客嗰個出遊同埋博彩意願嘅。咁3月嚟講咧，我哋預計賭收咧，應該可以挨近200億左近嘅。現時澳門個人遊城市已經擴展至珠海同橫琴居民。分析認為，如果開放更多嘅城市，包括大灣區，相信有望進一步帶動賭收增長。預計今年博彩收入將會恢復至疫情之前82%嘅水平，可以達到澳門政府預期目標2400億澳門元。另外，摩根大通話2月份嘅賭收好過預期，期內日均賭收達到7億澳門元以上，係疫情以嚟第一次創60個月嘅高位。對今年全年賭收按年增長2%至3%感到更有信心。